為咗俾港澳特區賽區嘅一班候選佳麗能夠盡顯才華，咁所以大會特別安排咗一次才藝比賽，咁睇下佢哋點樣施展渾身解數，爭取最佳才藝獎啊！咁首先出場嘅係1號張家慧，佢表演嘅係印度舞。2號黃希瑤即席揮毫寫書法。3號莫曉飛現場表演水彩畫。4號魏軒華就彈電子琴。輪到5號嘅林子君就玩花式籃球。6號嘅陸瑞文大跳爵士舞。8號嘅戴瑞山就耍咗一套詠春小念頭。咁跟住出場嘅9號鐘維演繹拉丁風情嘅歌舞。10號嘅楊凌志唱咗首國語歌，後來。11號盛安就唱咗首英文歌《Say It Right》。12號嘅張瑤英就唱咗首粵語歌《難得有情人》。13號陳意婷就表演彈古箏。大會邀請咗多位亞姐同埋亞視藝員擔任評判，而經過佢哋評選之後，結果終於出嚟啦！最佳才藝獎季軍得主就係表演印度舞嘅1號張家慧，亞軍係表演彈古箏嘅13號陳意婷，至於冠軍就由表演拉丁舞加唱歌嘅9號鐘維奪得。恭喜晒咁多位！有好多人都話咧，原來